高职妹们共襄盛举国际艺术嘉年华活动。下面由我们队员在上场为大家来表演我们的地速球，欢迎迎宾师生。地足球，它属于男球，它模仿走的格斗演变的手法，故又有缓身下起球的特点。如地足球整个套路不分而入，根据它具有男球的支装、打直、稳直、加蹦、交打多面的一个神种。这个神奇而神秘的球种，它主要的功夫是在地上发挥的，施展它的精华。你看，地上表演的都是先生，他现在正在模仿手的动作，在地上施展他的功夫。来宾掌声鼓励。下面欢迎我们地生小姐为大家上场表演地足球。地足球绝对引导白莲安4个姿态所创。这个球呢，最早是女人光创造的，所以说它很适合女人练练。它是在半中正，然后大家慢慢欣赏这位陈碧生小姐为我们带来的地足球。来宾们给点掌声好吗？以2017年被国家设立为非物质文化的保护程度。谢谢陈碧生小姐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地足球。下面欢迎。